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個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。衰變衰，特朗普畫餅難充飢。特朗普政府發力過猛而且變幻無常嘅關稅政策，對美國國內經濟嘅反噬作用似乎已經初步浮現啦。日前因為投資者普遍對關稅政策產生不安，美股波幅不斷，引致華爾街各大機構紛紛調整資產嘅配置，壓住衰退交易避險。另外，根據亞特蘭大聯儲3月3號預測數據顯示，美國今年首季度嘅 GDP 嘅增長率嘅預測將會倒退2.8%，只係用咗5日嘅時間，預期就由增長嘅2.32% 迅速下調510個基點。呢一個舉動更加增加咗世人對美國經濟前景嘅憂慮。當接受霍士專訪被問及上述問題嘅時候，特朗普就話啦，經濟會有一個過渡期。佢話政府正將財富帶返去美國。佢亦都被談有關經濟衰退嘅論調，話唔願意預測咁樣嘅事。無論係美股嘅波幅，定係權威經濟嘅預測，都抵唔過特朗普嘅一張嘴，彷彿只要咬緊牙關，一味強調未來仲未見蹤影嘅種種收效，繼續對國民畫餅，就可以應付對當下嘅質疑，抹殺關稅政策下美國經濟衰退或者即將來臨嘅事實。特朗普而家可以話係將阿 Q 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。通常嚟講，任何大型政令嘅頒布都要有同佢配合嘅完備規劃，好似係過渡期要持續幾耐，期間最差嘅會造成啲乜嘢影響？造成影響之後，當局有冇應對嘅措施等等，都應該係規劃入邊。但係當外界發出疑慮，常規嘅反應就應該係拎出政府嘅計劃同埋理據，安撫市場嘅情緒，穩定民心。嚟到依家，特朗普嘅寥寥幾句，未免太過無力啦。不過咁唔值得驚訝，因為關稅令本身就係激進而且荒唐嘅政令，邊度會有啲乜嘢正經嘅規劃呢？冇完備嘅理據同埋規劃，除咗佢用精神勝利法之外，退波就更加係特朗普嘅不二法門。面對股市震盪呢一個已經發生嘅現實，佢又將罪責擺咗全球主義者嘅頭上面，絕唔承認關稅政策帶嚟嘅負面影響。呢一個無厘頭嘅舉動，背後預兆嘅問題就更加嚴重啦。即係未來美國出現任何下行嘅弊端，都將會有人俾特朗普拎嚟做替死鬼。講到底，千錯萬錯，千萬就唔可以係特朗普嘅錯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針對一啲國家嚟講，或者係極有效嘅談判同埋威懾手段，但就唔一定係靈丹妙藥。當激進多變嘅關稅令應用到全球貿易嘅時候，無論係海外定係美國國內，越嚟越多嘅問題必定會逐漸浮現。到時特朗普畫唔到餅，一張毒舌利嘴仲有咩用？咪就係繼續噴下口水，試圖救熄國民一場難以壓制嘅怒火咯。